零下100度的湖面上冻结了大量的尸体，抬眼望去根本看不到头，很难想象他们生前遭遇了何等恐怖的事情。指挥官命令所有人关掉手电，以防暴露小队的位置。随后众人听从指挥官的命令继续前行。就在这时，一架巡逻直升机飞了过来，对着众人就是一顿疯狂的扫射。但让人奇怪的是，直升机只追着小美一人不停的射击，听着身后密集的子弹声，求生欲超强的小美在冰面上快速滑行，左躲右闪，完美的避开了射来的子弹。她看到远处有个遮蔽物体，小美直接就滑了进去。头顶的飞机在上空盘旋了一会儿，并没有再次发动攻击就离开了这里。这时队友们也相继赶了过来，滑行了一段时间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小岛上，雪地上的足迹证明这里有人居住。当他们打开了房门冲进去的瞬间，才发现是2个年迈的老人住在这里。老人很热情地招待他们在这里稍作休息。但是就在小美低头捡东西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了桌子下面的机枪。这时她才明白眼前的老头并不是普通人。小美轻微摇头示意老头不要冲动，但老头见自己暴露，还是决然地握住了机枪。身为特种兵的他们反应非常的迅速，瞬间就将老夫妻俩反杀。只有眼镜男很不幸的中弹身亡。众人搜刮了一些物资，很快带好装备继续向基地出发。但是胡子哥却有些坚持不住了，他害怕掉队，故意隐瞒了自己的伤势。原来老头的机枪打中了他的胸口。这时众人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游轮，他们谨慎的来到游轮里面，发现这里暂时是安全的，但胡子哥的伤势过重，无法继续前行。大家也为了他的去留问题发生了争执。狙击手小帅趁机打开了罐子，他想看看这次任务护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可当他打开的瞬间，所有人被吓得当场呆住了。原来这是一种生化武器的病毒样本，如果用它研发出生化导弹，那将会是无数人类的恐怖灾难。胡子哥很小心地接过罐子还给了大卫。为了确保这里的安全，小美来到了船外的甲板上巡逻。就在他发现敌人的车辆向这边开来时，突然听到了一声枪响。原来是胡子哥开枪自杀了。刚刚的枪声很快会把敌人引来，他们要尽快的离开这里。小美穿好装备，率先出去探路，可没走出去多远，就发现湖上冰面越来越薄。小美硬着头皮很小心的向前滑行，可冰面还是不堪重负的开始大面积碎裂。小美趴在冰面上一动不敢动，她将机枪推到了旁边，又把沉重的背包摘了下来。她试图减轻自身的重量，以免掉进冰冷的湖水里。还好这时队友赶了过来。队友随手把绳子扔了过去，小美接住队友的绳子，用滑行的方式被救了上来。随后3人用绳索绑在了一起，如果其中一人出现了危险，就要立刻趴在冰面上，然后其他2人就会利用绳索慢慢的将他重新拽过来。就在小帅刚刚获救时，天空上突然射出一发照明弹，紧接着就被对面的机枪疯狂的扫射。